关心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就是 CBS 专访的时，明确表示讲，若是中国侵略台湾的时，美军会保护台湾。这是拜登第4摆明确表态会保护台湾。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第19日表示讲，拜登总统的意思真清楚，美国主要目标是维持台海和平甲稳定，确保维持现状。针对拜登的发言，咱驻美代表小美琴表示讲，有听到拜登总统的心内话。美国总统拜登18号接受 CBS 60分钟专访的时，第4摆以美国3军统帅身份表达的是台湾互中国攻击，会出兵协防台湾。这句话一讲出来，互中国真生气。美方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背美方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的重要承诺。中国国台办威胁讲，外靠美国想要独立是死路一条。美国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19号参加视讯讨论会议时，明确指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完全无改变。I do not believe that it is appropriate to call the remarks that came from the White House today as walking back the president's remarks. The president's remarks speak for themselves. I do think our policy has been consistent and is unchanged and will continue. Our primary goal is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 secure and stabilize the status quo. 针对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19号参加交界活动表示，听到拜登总统的心内话，相信台美会继续伫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的基础上，会有更较密切的合作，要来促成并且维持区域和平和稳定，共同来维护即卖的状态。外交部嘛发声明感谢拜登支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台湾嘛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要坚定来对抗威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